今年是爱尔兰建国100年，台北驻爱尔兰代表处甲都柏林大学举办台语诗的翻译比赛，咱赶紧来欣赏一寡优秀的作品。拜时透早，落饭卡困较边仔去，予大厅加较空阔淡薄啊。作家郑顺聪的诗《200年的订过》，讲的是一个大庙埕经历过殖民时代的火光，嘛承接即卖的和平，对照甲台湾命运相像的爱尔兰，展现出自由的珍贵。今年是爱尔兰建国100年，都柏林大学特别甲台北驻爱尔兰代表处做伙举办台语诗翻译比赛，伫17件作品当中竞出头3名。郑顺聪讲，上趣味的是在地语词要安怎翻甲斗达。罗汉卡，你台语有迄历史的意义啦，吼！啊，三个人拢完全无共款，一个是迄个 vagabond， 吼，啊，一个是 hobo， 啊，有一个是迄个 beggar， 这是拄开始阮参详讨论的是上趣味的所在。爱尔兰建国100年的系列文化活动，除了台语诗翻译比赛，清华大学助理教授刘英成嘛将小说《都柏林人》翻译做台语文。伊讲翻译的过程当中，上困难的就是爱互语句读起来有台语的开口。His little bitty black eyes。那咱若照华语来翻，就翻做讲伊双细粒佫金细细的乌目睛，安尼翻就歹听。咱一般啦，若讲翻做台语较有台语开的讲法，就是讲伊迄双乌色的目睛，细细粒仔，金细细。除了语句，伊嘛将小说内底女主角唱的 opera 翻做台语7字仔。梦中升起白玉楼，老神罗仆徛骹兜，天堂四面众人活，我来5梦甲应邀。驻爱尔兰代表处大使杨祖宝讲，爱尔兰甲台湾同款受过殖民统治，所以对文化甲语言的包容性嘛加足悬。因为他们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跟随，或者甚至民族的跟随，所以当他们知道台湾也正在努力复苏台语或者其他母语的经验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同身受，那么也觉得这样的历史是可以分享跟交流。台语文学伫爱尔兰展现风采，杨祖宝表示，未来嘛会找机会规划客家语甲原住民语的文化活动。记者麦尚英、陈保罗台北报道。